大家好，我係 PC 班嘅17號。今日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本令我深度啟發嘅一本書《中國革命簡史》。呢本書主要探討孫文，亦即係孫中山到毛澤東之間嘅歷史。我亦都相信呢本書對大家好有幫助，因為中三中國歷史中，我哋學到滿清係點樣衰落、點樣崩潰，以及我哋都學緊點樣發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。在分享背景之前，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呢位作者嘅寫作風格。佢用字簡潔，佢會用簡練嘅語言表達複雜嘅歷史事件，使作者更加容易去理解。以及佢會用對比分析，佢擅長將中國嘅革命與其他國家革命進行對比，從而揭示其獨特性同埋普遍規律。最後佢嘅文筆優雅，佢嘅語言通常都帶有詩意，會使用生動嘅比喻同埋修辭，增強文本嘅文學性。咁呢本書係由莫德剛教授喺1960年代以英文寫，以及都係以英文讀者為對象嘅通史著作。但係就可惜佢嘅新詞未能出版。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嘅兩位先生就花費大量時間心血，將呢本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，獻俾中文作者。中國從滿清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數十年，係歷史大轉型嘅關鍵時刻，一轉百轉，錯綜複雜。隨便描繪一件事件或者一位歷史人物，都係千頭萬緒，令人無所適從。羅先生嘅《中國革命簡史》就將呢數十年嘅大事勾畫得輪廓分明，成本書嘅風格獨特，係一個有深澤功力嘅專業歷史學家特意為普通讀者所寫嘅通級史書，係十分值得一讀嘅。介紹一下我喺書中最鍾意嘅篇章，亦即係共產主義在戰嘅抗戰。在抗日戰時，共產黨遇到唔少困難，就例如係佢哋未能與蔣議員，亦即係蔣介石達成協議，從而未能將23個縣分俾八路軍，就導致當時嘅共產黨嘅軍力未能敵國民黨啦。咁導致咗游擊隊面對正規軍嗰陣時，就只能退敗。國民政府甚至使用武力去停止共產黨嘅蠶食策略，因而開始咗冷酷嘅屠殺。共產黨在面對咁多困難嗰陣時，亦都沒有退縮，佢哋更加推行咗中國發展，就例如喺輕工業、手工業同埋新竹全方面增加。佢哋更加增加咗耕地，佢哋由1937年嘅8431506華畝增加至15,205,553華畝。佢哋更加建立咗各式各樣嘅公立學校，由戰爭前嘅數十間學校增至近3000間學校。最後，佢哋為軍隊提供咗補給同埋兵員。最後，我會講一講我喺呢一篇章學到嘅一句話：個人嘅自由有限，但誰會在乎呢？共產黨喺困難嘅條件下，依然為人民提供咗一個有效率嘅政府。雖然賦稅沉重，但都冇人中飽私囊，人民依然營養不良，但已經冇人捱餓。在戰爭蹂躪嘅中國，每個人主要關注嘅係求生，而唔係自由。雖然話自由係民主制度嘅基石，保障住公民參與同埋發聲權，但係喺溫飽、教育、土地同埋國家面前，我認為自由係不值得一提嘅。試想一下，如果當時每個人都為溫飽而感到焦慮，或者
已經有人因此而喪命。如果當時嗰3萬兒童冇接受教育，當時共產黨冇建立婦女會同埋兒童團，咁而家嘅國家又係點嘅呢？我認為，如果當初冇共產黨嘅支持以及推動下，亦都唔會成就咗而家嘅中國。因而，我認為自由係不值得一提嘅。最後，我相信大家喺呢本書度學習咗好多好多知識，唔單止係中國歷史，更加係作者嘅寫作手法，以及一啲思想。